ちょっと見慣れば突如その旅をそれでいいのさあの移り気な風が吹くままにしなし那老师会在网咖不？なぜに目にゆくいた子がさ老师豆豆。一个姑娘真正古水，有人看伊真美丽，不过伊对人真奇怪，因为这款对人，加点着伊的可爱，虽然是全无希望。到位做朋友，为怎样？为怎样我会想伊的小姑娘？